好多人唔順利，其實係俾人借咗運氣。有時候借運嘅方法，你諗都諗唔到。點樣先知道俾人敲運啊？嗱，第一，你個人冇精神嘅；第二，你好攰嘅，瞓完覺都好攰嘅；第三，你做乜嘢你都唔起勁嘅，去諗嘢你都唔願去做嘅。咁啊，最緊要一樣就話你揾嘅收入同你嘅支出係唔正比，有呢幾種風險嘅時候咧，你就可能你個運氣俾人拎走咗嘅。如果唔小心俾人偷咗運氣，點樣破解啊？今日我同你好有緣分，根據我講嘅嘢去做，你個好運氣會成倍咁樣俾翻你。你試下攞呢條手鏈，咁其實呢條手鏈已經落咗好多嘅能量喺度。咁啊，同教大家點樣用。嗱，當你戴呢條手鏈嘅時候，你嘅心裏面一定要默念一句嘢：福至運起，好運以來。嚟打開呢個能量。當我哋念珠嘅時間呢，一開始就由主色開始，一粒一粒向後嚟數，啱啱轉一個圈翻返呢個主色嘅時間呢，就係啱啱念咗一次，一定要做7次。如果女性嚟講，喺月亮下面做就更好啦。你哋嘅願望都會經過你嘅手指傳輸落去呢粒珠嗰度。最重要嘅就係我已經將我智慧同祝福注入咗呢條鏈入邊。如果大家好中意呢條手鏈，但你可以點擊下我哋呢個鏈接，同呢條手鏈結緣。因為我個人嘅能力係有限嘅，所以數量冇辦法太多啦。如果你而家都冇辦法同佢結緣，我諗你下次得啦。希望佢會同大家帶來所有嘅好運。